咩是巧配？哇，都夠差人去。巧配就是意思講價錢啦，你喊到之後聽唔先啦。電影《給阿嬤的情書》簡稱阿嬤，從女性角度或者以女性為主線講故事，好評如潮，票房屢創佳績。導演編劇肯定喺資料搜集上面花費咗唔少功夫，先至令到電影咁真實咁呈現出大時代之下命運不由人嘅悲哀。不過習慣咗現代速食文化嘅人，難免會疑惑，真係會有人願意喺10幾年間無條件付出供養非親非故嘅人咩？係咪只係電影美化咗現實，喺真實素材上面大力加工？現實上確實曾經發生過相近嘅事，而故事嘅主線嚟自今日仍然為人所熟悉嘅余東璇家族。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及政治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鄭雲泰以及獨立研究員李潔平寫咗一篇名為《看阿嬤談余人生家族，妾代亡夫保家業》嘅文章，裏面話要講余東璇家族嘅故事，就要返到去1876年。呢一年，余東璇嘅父親余廣培帶住新婚妻子梁亞友，由家鄉學生出發，取道香港去馬來亞檳城創業。第2年，夫妻喺檳城生咗一個仔，就係余東璇。可惜余廣培嘅生意並唔順利，一直無法打開局面。為咗減輕生活壓力，就喺1880年將梁亞友同埋襁褓中嘅兒子送返家鄉，自己隻身一人繼續留喺南洋打拼。經過咗一番努力，留喺檳城打拼嘅余廣培終於打開局面，承包咗當地一個採礦場響碼，亦即係專營生意，又創立咗人生號專營藥品雜貨，同時亦都兼營僑批同埋匯兌業務。期間佢認識咗一個良爺，亦即係華僑同馬來人所生嘅後裔文煥章。喺告知父母同埋原配之後，就將佢立為妾侍。嗰種家鄉同旅居地兩頭家，亦即係兩個老婆嘅做法，喺嗰個年代並唔罕見。香港人甚為熟悉嘅陳弼臣家族，亦即係陳智思嘅祖父，亦都係咁樣。文士精明幹練，又掌握當地嘅社會狀況，旋即成為余廣培嘅重大助力，生意越做越大。正當一切漸上軌道嘅時候，家族就接二連三遭到打擊。先係余廣培嘅父親余學松去世，余廣培立即拋低生意回鄉打理喪事。估唔到呢次相聚之後就天人永隔。佢返到去檳城之後，冇幾耐嘅1890年，就因為患上一種當時稱為熱毒瘡痂嘅急病猝死，享年37歲。臨終之前，佢將資產全權交俾文煥章同埋2個生意夥伴處理，反映佢對文士嘅人品同埋能力嘅信任。不過余家其餘成員對余廣培嘅做法大有意見。一來文煥章仍然係一個妾侍，喺禮法之下冇任何地位，名不正言不順；二來佢係一介女流，喺女子無才嘅觀念之下，余家唔信任佢有能力打理好生意。更加重要嘅係，佢同余家上下接觸極少，就好似陌生人咁樣，又係半堂番。萬一佢心生歪念，侵吞咗余廣培嘅資產，到時山高皇帝遠，余家難以追究。而且余廣培當時有2個成年嘅細佬，又曾經去過當地協助兄長打理生意，所以家族認為應該由余家嫡系子侄接管資產，而文士就返去家鄉侍奉家姑。據日後通訊可以見到，家族的確曾經付諸行動。喺接到余廣培過身嘅消息之後，2個細佬先後去過檳城，目的自然係想收返管理大權。同時余母亦都多次喺書信入面催促文煥章回鄉。由家族嘅角度睇，只要資產仍然係家族的係成員手上，就問題不大。但係從余廣培一房嘅眼中，
江山係俞廣培一手打下，期間經歷咗唔少嘅辛酸。如果將佢拱手交俾第二房，到俞東旋繼承嘅時候，可能只係剩翻空殼。為咗不負丈夫臨終所託，文煥章之後可謂殫精竭慮。信報 YouTube 獨家優惠，只要嘟呢個 QR code，即可以以38蚊試閱信報網上版1個月，一日都唔使個半，快啲訂閱啦！一開始，文煥章收書向俞廣培嘅母親同埋梁雅友報告噩耗嘅時候，除咗有唔少安慰之詞之外，仲清楚交代咗俞廣培臨終嘅囑託。佢雖然自謙係女流之輩，不能當此之權，但係表明會遵循先夫嘅遺志，接手家業。同時佢附上銀500元，俾家人安排喪葬所需，亦都話稍後會再附銀200元為家中過年使用。至於府上使用，必寄囑回家。寥寥數語，既顯示佢接管生意係名正言順，亦都保證家用供給唔會斷絕，以安上下之心。呢個時候嘅僑批發揮咗重大溝通作用，同時文煥章亦都預判咗俞家可能以協辦喪事為由遣人南來，所以多次喺僑批書信入面表示，密着四少來赴，四少與東旋可侍奉奶奶左右，切不可叫他二人來赴。然後再以僑批詳細列出俞廣培喺當地嘅喪禮安排，包括點樣打焦超度、停柩喺邊度、幾時運柩返去等等，以示一切井井有條。其他人貿然前來，佢反而要花時間安頓，亦無補於事，更使庶戚憂心冇人料理家事。僑批書信內容兼顧咗家人嘅哀痛、擔憂等等嘅情緒，亦都有條不紊咁樣交代喪事同埋生意等等嘅安排，可見佢心思慎密。與此同時，文煥章又收書俾俞廣培喺廣州嘅生意夥伴，希望佢哋念在同俞廣培相交多年，繼續合作。因為佢明白，如果合夥人退出合作或者追討借貸，必然會觸發骨牌效應，對生意造成重大打擊。信中有2點特別值得關注：一係佢保證就算響馬生意蝕本，亦可以不關本名下之股份，唔使佢哋承擔；二係提到會將自己名下嘅房屋資產處在士利號其中一位股東嘅生意，更似係抵押，反映佢深知在商言商，單靠感情難以維持，所以提供足夠嘅誘因，先至可以確保合作關係不變。雖然文煥章強調唔使派人去，但係對佢毫不信任嘅俞家當然唔會聽。俞廣培嘅四弟俞廣進喺1891年去到檳城，並且接管咗部分生意，但係好快就失敗告終，更加造成重大嘅虧損。文字喺僑批入邊提到呢件事，去年廣進四叔回來，是由他掌理鋪中生意、佛朗事務，不料他負性偏執，妄作妄為，以致事於8月時，着將全盤結約，則時已缺去本銀萬餘元矣。佢更加話，俞廣進之後擅取人身號數千元，自行成立公司。佢作出勸阻嘅時候，反若仇人相向，可見2個人嘅矛盾唔少。俞廣進接手失敗之後，文煥章就以事實證明自己係打理生意嘅不二之選。雖然文煥章成日喺家書入面表示生意不佳，但係其實喺佢管理之下，家業發展更盛之前，不但喺1891年再次取得響馬嘅經營權，其他採礦、押當、煙酒、雜貨、戲園等等嘅生意亦都表現不俗。而且佢仲大力投資物業，當時政府內部報告就話佢係一位有企業精神同埋影響力嘅中國寡婦，亦都係無邊嘅重要業主。除咗經營能力出眾，文煥章更加令人敬佩嘅係佢對俞家嘅盡心照顧，供養從不間斷。喺每次僑批入邊，除咗附上豐厚家用之外，仲噓寒問暖，
逢年過節亦都會貼心咁樣送上名貴禮物。一次，余家喺未通知佢嘅情況之下買入物業，並且向佢索取巨款。佢雖然話余廣培生前嘅投資開盤太闊，生意多，本錢少，甚難支持，但係仍然寄咗銀600元返去。佢喺信中入面強調生意現金不足，款項係自己變賣首飾所得，相信係以婉轉嘅方式話俾佢哋知，如果日後有置業等等嘅重大投資，必須先通知佢，否則到時現金不足，恐撻了訂，更被人恥笑。文煥章臨危受命，妾代夫職，將余廣培嘅生意打理得有聲有色，同時亦都不間斷俾家鄉老友寫家書回家用，以時間證明自己並無異心，所以逐漸獲得家族嘅信任。喺1891年，家族同意佢將15歲嘅余東璇接到去檳城。喺佢安排之下，余東璇入讀當地著名嘅聖方濟書院，接受西式教育，為未來接班準備。可惜喺1893年，當文煥章帶余東璇將余廣培嘅靈柩運返鶴山，回程嘅時候，佢亦都好似當年余廣培咁樣突然暴斃。據余東璇後人授權嘅傳記話，文氏係被毒殺，目標原本係余東璇，佢喺陰差陽錯之下做咗替死鬼。余東璇隨即返去檳城，終身不再踏足故鄉。傳記冇提出足夠嘅證據支持呢個講法，但係文氏之死的確有啲撲朔迷離。作者當年喺人生家族嘅書入面分析，認為2個人都係染咗瘟疫而死。唯一慶幸嘅係，佢喺出發之前已經立咗遺囑，對生意等等嘅事一早已經有安排，所以佢死後家族生意仍然可以維持，等余東璇完成學業之後接手。文煥章在世嘅時間唔長，掌控家業亦都只係短短幾年，但係呢位目不識丁嘅小妾，唔單止幫助丈夫建基立業，喺丈夫出世之後，又可以穩住大局，妥善照顧夫家，為下一代接班作好部署，甚至準備好自己死咗之後嘅安排，令到余東璇有足夠嘅資本發揮，建立起跨國嘅商業王國，成為一代巨富。但係大眾只係睇到呢個王國嘅輝煌，好少人見到文氏嘅付出，更加唔清楚多年嚟留喺鄉間獨自撫養兒子嘅梁氏有嘅係點樣嘅故事。長期以來，無論社會定係研究，主角都係男人，女人近乎透明，不被注視。喺阿摩呢部電影入面，最感動人嘅唔係葉淑柔，係謝南枝。漂洋海外謀生嘅主要都係男子，但係故事聚焦嘅係女子。阿摩取得成功，其中一點正正係談及未為人注視，但係同樣感人，以女性為主角嘅故事。或者我哋會有咁樣嘅一種感觸，雖然世道艱難，甚至唔知係咪有再見嘅一日，但係對唔少嘅女子而言，為咗所愛嘅人，除咗堅持堅守，唔會有其他嘅選擇。喺今日 AI 同埋躺平成風嘅年代，呢份情感顯然更加能夠引起觀眾嘅共鳴。信報 YouTube 獨家優惠，只要嘟呢個 QR code， 即可以以38蚊試閱信報網上版1個月，一日都唔使個半，快啲訂閱啦！